由上水站 B 出口出發去明愛樂晴軒，向太平村北區醫院方向前進，沿行人路直行，沿左邊行人路直行，左邊已經見到大樓嘅位置，將來會有電梯，沿右邊嘅樓梯向下行，左邊會見到新大樓嘅標誌。落樓梯之後向右，沿住行人路直行。大樓嘅入口喺你嘅右邊，電梯大堂喺右邊，明愛樂晴軒喺8樓。